大家好，低端港男集英社 crossover 英國好去處。今次揀嚟Nottingham呢個地方，佢背後最膾炙人口嘅故事，當然就係羅賓漢行俠仗義嘅一連串嘅事蹟。但係現代嘅 Nottingham Castle 咧，其實咧就並非原址嚟嘅，原址咧嗰個已經燒毀咗啦。而裏邊咧今日所展覽嘅就係一啲藝術品，但係仍然值得我哋去探索嘅。去片之前，麻煩大家幫我訂閱、分享、留言。Make sure you subscribe. Just fun. Subscribe, like, comment, everything. My God.Nottingham Castle 或者 Nottingham 呢個城市最大嘅 icon 咧，必定就係羅賓漢。講起羅賓漢，必定咧就會即刻聯想到佢行俠仗義嘅故事。故事裏邊，羅賓漢同佢嘅伙伴咧，主要係活躍於一個叫做 Sherwood 嘅森林，對抗 Nottingham 嘅郡長，行俠仗義劫富濟貧就係故事嘅主線。首先參觀 Robin Hood Adventures 呢個部分，大門設計非常之陰森，亦都係因為呢個設計咧，令到 visitor 咧感覺到中世紀嗰個氣氛。門口已經擺放咗一啲咧當時中世紀判死刑嘅刑具，我都唔執輸，要玩下佢。跟住就用熒幕講羅賓漢嘅故事，每個熒幕咧其實係互相連接，每個 screen 嘅畫面都唔同，拼湊出一個咧中世紀嘅 Nottingham 出嚟。Nottingham Castle 嘅原子嘅模型當時咧實際上係咁大嘅，亦都設置咗一啲小遊戲俾 visitor 試下用中世紀嘅弓箭同埋木棍。由於節日將近 ，Nottingham Castle 出邊嘅大樹都掛有彩帶飄色，象徵住自由同埋希望。然後我哋就先上博物館出邊嗰個景觀台，欣賞 Nottingham 市呢個全貌。Nottingham 亦都係一個融合咗現代同埋維多利亞色彩建築嘅城市，每座建築物嗰個外形亦都相當之獨特，完全唔會有千篇一律嘅感覺。星期日嘅諾定咸市咧，雖然係比較冷清，但係你見到咧，由呢個 view 望落去，佢嘅 building 咧係相當之多元化嘅。如果中意攝影嘅話咧，呢個 view 咧就最好啦。用遠攝鏡觀察一下星期日嘅 Nottingham， 悠然寧靜，加上蘊含故事嘅古城，繪畫出一幅城市畫卷。然後進入博物館部分，主要嘅展品有油畫、器皿、服飾同埋一啲武具。呢頂梗係象徵住羅賓漢㗎啦。博物館另外一個重要部分就係蕾絲工業嘅歷史。18世紀末之前，蕾絲都係靠手工製作，象徵住昂貴同埋奢侈。但係喺工業革命之後，Nottingham就開始用機器生產蕾絲，令到蕾絲變成一個普及化嘅商品。當時最嶄新嘅機器包括 Liffey Machine 同埋 Fibre Knitting， 而且成功遠銷歐美。Nottingham 成為一個蕾絲嘅工業中心。自此之後，蕾絲就係成為時裝界同埋時尚界設計嘅一個重要元素。例如 Burberry 同埋 Alexander McQueen， 你都會見到蕾絲嘅足跡。今次我亦都介紹一間我認為非常之適合我哋呢啲低端人士住嘅酒店 Room ZZZ， 因為佢有電磁爐，亦都有煮食嘅工具。住呢間酒店呢，晚餐係慳好多嘅。我仲喺倫敦設定個蒜頭同埋洋葱帶上嚟食。今次其實我成個 trip 呢，亦都有一個 full day 係去多靈頓度睇賽車嘅，所以 totally 喺呢度住咗2日，慳咗2餐晚飯。今次影片短短地去到呢度，希望大家中意我介紹呢個 Nottingham 嘅地方，麻煩大家幫我訂閱、分享、留言。